100米初上面咧4位都嚟自中國香港田徑隊嘅運動員啦。見到第一名衝刺嘅時間咧係11秒95。好啦，呢一組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第6號田徑隊嘅呂燕蘭啊！嗱，呢一組第一名衝刺嘅時間做出11秒89。稍後咧，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大會嘅熒光幕，亦都會顯示剛才呢一組嘅。一直播嘅時候咧，亦都見到我嘅圖啊，已經係浮咗上嚟啦。跟住緊隨有中間白海文咧，亦都追過，站第一位衝線時間11秒8。